有團體為公屋長者喺大門安裝傳感器，如果超過48小時都未曾開門，會通知親友。為避免長者喺屋企發生意外，甚至離世之後冇人知，香港南九龍獅子會為牛頭角樂華南村120個獨居同雙老長者住戶喺寓所大門安裝感應器。如果超過48個鐘未偵測到任何開關嘅信號，系統會發送通知俾指定聯絡人，例如係親友或關愛隊。如果致電長者之後仍然冇回應，關愛隊會上門了解，但感應器唔會收集影像或者係聲音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出席啟動禮嘅時候話：政府資源有限，感謝社區機構同團體嘅幫忙。以往長者佔嘅比例呢，大概係1/4到50零萬，而家係講緊慢慢邁向1/3，可能係講緊70幾萬個60歲以上嘅老人家。我哋嘅房屋經理亦都有好多村管嘅工作呢要去照顧。今日呢，就正係體現咗我哋非常好嘅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。我覺得香港有咁好嘅非牟利團體，有咁多嘅義工啦，我覺得係香港嘅寶嚟嘅。你哋真係香港嘅寶嚟嘅。你會幫助咗我哋咧行最後嗰1尺1寸，落到每一家每一戶。睇一節最新嘅天氣消息，天文台已經喺中午嘅12點2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